韩文，选韩文。 This is a test voic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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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韩文呢，网络去找，影短影对，找影短影对。这有搜寻过了，你看西班牙文版。有没有看到韩文版？右上角3个点，然后选那个选择开启攻击，选第一项 WPS OS， 要选择开启攻击，点按编辑，点按编辑才可以全选复制啊，全写。哦，字可以放大了，全选复制。这个程式啊，贴上去。然后按那个喇叭右下方 Save， 按 Save， 按 Save 啊。怎么会跑这个东西啊 ？Don't want to wait， 要钱的哦，可能是要钱的嘞。有的试用1个礼拜以后。有没有要收费要注意啊？